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5月初5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顶个月有一对韩国的男女朋友来台湾旅游，要回去的前一日，查某煞伫饭店死亡。虽然男朋友这讲是无细致跋倒，不过侦办的过程发现死者的头后壳有空喙，怀疑嫌犯摕手竿仔甲放落，而且死者嘛捌讲男朋友会甲拍，所以检方搁再申请羁押，法院嘛裁定收押禁见。高雄市警局的监视小组搁来到韩国籍姓李的女子陈氏的饭店采证。检警一礼拜来查访，发现死者甲姓金的查某朋友敢若是有感情的纠纷，也几多遍和对方暴力对待。搁加上发现查验死亡原因，发现死者的头部有和电物件撞过，毋是查某朋友所讲的绊倒。种种的疑点，和检警认为查某朋友嫌疑重大。两人间存有情感纠纷，具有犯罪动机。检察官认定，被告于发生争执、拉扯冲突后，持钝器下手行凶。案件发生在顶个月24日，这对来台湾旅游的情人回国前一天，查某朋友死亡。检警无排除是查某朋友杀人，依照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要按10万块交保，限制自居。检方认定嫌犯有灭证、串证加盗墓之余，二度申请羁押禁见。被告虽否认犯罪，为审酌相关事证。认被告犯嫌重大，且有事实足认有逃亡、灭证、串证之余，故予之羁押。高雄地方法院初4下昼开羁押庭审讯，在暗时裁定羁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士林地检署侦办一桩诈骗集团的案件，所逼出大中分局宁夏路派出所涉业的所长，甲诈骗集团的头人有来往，甲一寡人的个人资料提供给诈骗集团。这个所长因为涉嫌污洗，伪造公文书等罪，被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市警局嘛按照规定，甲所长免职。那台中分局长是记过2届。所长真的有伪造文书吗？所长真的有跟蓝道联络吗？我目镜穿乌衫，这个查甫人拢无讲话，互人带去士林地检署复讯。伊是台北市台东分局宁夏路派出所姓叶的所长，初3会互人所在约谈，是因为伊甲这个人真接直接。身上的东西收一下。外河南道4度的查甫人犯下台办干部罪案，是犯罪集团带头的，涉嫌假金虐待61个被害人，造成3个人死亡。检方介入侦办，深入追查，意外发现姓叶的所长替做未少代志。叶姓被告涉嫌泄露他身为警察而知悉的相关资料，并且提供伪造的法院公文书给诈骗集团成员。借以收受诈骗集团成员交付的贿赂。除了上来网查特定人士的个资，佫涉嫌伪造地检署的公文，假讲有侦办这个案件名义，跨分局来调阅侦办进度资料。虽然涉案的所长无承认犯案，嘛否认有收红包，确实也是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专案是以贪污、泄露秘密、加伪造文书这个罪方向侦办。涉案明确，而且情节重大，那将依公务人员考绩法以及警察人员人事条例，核予一次记2大过免职。警察发生无好的纪律事件，台北市警局快速处罚，以姓叶的所长涉案明确为理由，记2大过免职。分局长嘛因为督导不周，记过2届。即摆除了要持续清查是毋是有其他同仁涉案以外，姓叶的所长涉案的程度是毋是有收钱办代志，也是有甲诈骗集团交结变作共犯，这拢是检方所来要侦办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不动产借贷平台 IMB 涉嫌用假借款骗民众来投资，拢总5000个人被骗去，金额加起来有25亿。检警侦办了后，伫宜兰的饭店抓到当日走路姓詹的主嫌，而且这个主嫌无黑道的背景，其他重要的成员嘛拢已经抓到啊，目前移送侦办。根据警方统计，到目前为止有39个受害者报案。是恶意脱产吗？你看人家家破人亡，不会觉得抱歉吗？是他骗来的钱。面对大家的询问，这个查甫人拢无讲话，伊就是 IMB 平台负责人詹耀峰，加县长的女朋友，做伙互人移送地检署侦办，涉嫌发现假借款起因投资，少年线有人受害。詹耀峰阁开说明会，讲会负责，尾仔煞走去，秘伫宜兰的饭店互人抓到。
各种有名的批包啊、名酒摆归岛，现场初步估计上100万。这个证物只是一小部分。警方对早发现住伫桃园的陈耀峰，案件被控了后，甲女朋友开始逃亡，也无袂记得早车铁片走路。伊讲投资失利这个骗人，可能有吸收资金。测试询问了后，互警方依照涉犯银行法加诈欺这个罪嫌移送。总共逮捕曾姓主嫌等8人到案并且查扣了现金新台币300万元，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裁定范闲名下的13笔不动产。陈耀峰名下10多笔土地不动产，警方已经向法院申请扣押裁定，都惊伊早就脱产啦。另外嘛，掠到真侪的核心干部，不过 IMB 所属的传承集团有真侪间子公司，都冤讲法院案讲因甲诈骗无关系。与 IMB 相关业务毫无关系的我们，明明是生技公司的员工，也开始有人就是被勒索，承受很大的压力。也希望社会大众不要把我们当成共犯来看待。雄雄收到通知，讲唔免上班，烦恼资遣费提无。通知劳动局前拢调查，发现人拢搬走啊，会提供受害劳工协助。那这款投资被害人，敢若警方举报都有39人，损失1亿，是不是讨会倒来？这被害人真无信心。有一些人是自己先提起一些民事的诉讼，大家都很失望，好像报了也没用，告了也没用。被害人认为大部分有过期，所以无报案，不过互骗去的金额肯定超过25亿。只是主嫌陈耀峰因为诈欺定案，互人通缉，伫外口是用真讲伪这个假名骗人，阁互人查到有四海帮的背景 ，P2P 平台政府一直无人监管，即马煞变做乌道犯罪工具。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疫情期间是侪医护人员真辛苦守伫前线，不过医师伫咧面册指控讲，有医学中心的护理人员敢若分到9块的采检奖励金，伊认为这寡钱根本就是咧甲人侮辱。卫福部表示，采检的费用一案是500块，尚无有300爱分予采检的医护，那病院是安怎分配？佮爱了解。就是这张新台票9块的银行转销单引起外界议论。香港区医师所以方指出，这是某一间医学中心基金医护人员的采检奖励金。过去新冠疫情期间，前线医护人员无用支持1个月爱采检900件技术患者。虽然疫情指挥中心有订定相关奖励措施，也不过实际领到的金额只有9块，可以赔讲侮辱性真强。那我相信9元这个数字呢，伤害很大，侮辱性极强啊。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现在你赏给路边乞丐也不会只有9元呐，甚至都是50、100起跳。那9元这个奖励金到底是奖励还是惩罚呢？对此，卫福部医师司表示，根据奖励要点完成采检加通报者，每一案奖励费用是500，其中落下300块，应该分配予采检相关人员。出现9块奖励金，有可能是病院内部跳销问题，也牵涉到医护人数加出勤程度等。9元这件事情可能是医院内部拆账的问题啊，就是因为给采检相关的人员，那医院的比例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件事情会落在这里。卫福部强调，到今年5月7日为止，已经将109年到112年机会的奖励金拨款予各病院，由病院以实际执行采检进行，发予相关人员。目前当调查各病院奖励金发放，呼吁各病院爱建立机制，奖励分配比例爱公开透明。那医护人员有记录，也会当透过部长信箱进行申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头拢是侪云好天，东半部甲西半部山区过昼会落地渐好。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天气较稳定，嘛正烧热，温度上低23度到25度，日时高温拢有30度以上。中南部甲花莲台东温度上悬可能有38度。不过拜六有风面刮近，到时东半部、北部甲中南部山区会落地渐好。金门马祖嘛有可能会落雷公雨。而且天气较大雾，就要特别注意。那礼拜头一波黄霜雨的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卖转强，北部、东北部会翻冷，有可能会上大雨，民众就要注意天气变化。这阵热天还未到，就遮尼热。台南的南华昨高温有38度8，气象局表示，今仔日中部的高温卖超过36度，那南部同款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遮尔热，真侪人已经开始吹冷气啊！台电预估今年7月底8月初，用电量可能会达到4100万千瓦。
台电讲一定会提早应用，确保电有够用。最近天气真热，气象局测试发布高温资讯，伫高雄甲屏东可能有38度的高温，台南市也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热天也未到，根据台电网站的资料，4月20已经出现过电力备转用量敢若7.41%的状况，互人烦恼热天若真正到位，电够有够用。我们认为大概7月底那个时候会到8月初这段时间会是用电的最高峰，因为那个时候的不管是温度还有热的累积，到那个时候是达到最顶点。我们预估到那个点大概会4100万千瓦左右，大概会跟去年持平。去年7月20日用电量创下新高，超过4074万千瓦。台电表示，经过今年5月份停电事件了后，伫电力调度的方面开始咧做调整，互机组效率维持上好的状况。我们希望每个月的备转容量率都维持差不多一样的高度。也就是说，在下月的时候呢，我会尽量把它的这个机组呢都不要做大修，但是呢，我在非下月的时候呢，平均去做一些大修，让我的备转容量率，不管是在下月或者是非下月，都能维持在这个7% 上下。虽然去年用电创下新高，不过省电效果也创下新高。台电表示，有超过1000万户厝来参加，一年拢总省18亿度的电。台电也发出10亿左右的省电奖励金。因为今年台电希望省电的目标会当达到20亿度电。记者郭柳水台北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为着要解决薪水低、找无头路的问题，行政院通过投资青年就业方案第2期，要整合11个部会资源，第4档内开160亿，帮助80万的青年找头路。接落来看中国时报，美国联准会宣布成立实质码，和市场咧要的同款。按照台湾现阶段就看 GDP 敢有通保调2%，而且第1季的出口落来，金融界认为讲。若准无必要，中央银行6月应该嘛袂坚持升利息。落尾来看联合报，蔡总统要求建立全面防卫观念。警政署发文要求全国警察局总动员，招募少年人加入义警或者是民防。到警察局要求警察下班时间去接运转，夜班仔分团单冲业绩。来看咱台湾的国军，甲美国买66台 F-16V 战机，按算2016年全部拢会交货。头一台本地是伫今年第4季要出厂，不过国防部证实时间有延长到，变做明年第3季才会当交货。另外，中科院嘛讲有计划要甲退场无咧用的 F-5战机改做无人机。对付强军威胁，国军甲美国各买66台 F-16V 战机，预定2026年全部交机。不过各买进度有变化，头一台本来今年第4季出厂，改做明年第3季才出厂。国防部长邱国正测试证实，战机交会延期，国军有备案应用。F-16零部件给我们优先提供，还有我们自己也要把这个妥善率要提升。另外，他对洛马公司因为它是这个民间的嘛。他们美方的官方也有出面要求，而且要他做一个适当的处理。邱国正讲，66台 F-16V 会伫2026年到位，第1台甲第2台战机明年会同齐出厂。若国军甲美国各买4台 MQ-9B 无人机，会提早伫2025年交机。今年会先派员去美国受训，若是 F-5部队训练机一定明年态度。中科院证实 F-5要以无人机的方向发展。你的雷达看得到它，对，然后我们的 F-5改成无人机来做在空的因应，这个想法什么时候会有比较具体的落实？这个想法，我想大概，因为我现在之前有在研究这个东西。美国2月5间军火商来台湾协谈合作生产无人机，测试拜会国内大厂。业者讲，都是回应目前台海紧张局势，对抗中共新的无对称作战。无人机是台湾重点培育项目。其实非常多的关键零组件都是来自于美国。那么我们希望说，未来在数量加大的时候，透过了技术的移转跟工业合作，是否能够把这些关键零组件也能够在台湾生产，成为一个备援基地。陆政方讲，透过军民通信技术达成兵时战时转换，台湾的无人机伫动力系统、远程通信有较书面，也毋过有晶片优势，会当甲美国合作达成双向交流。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北市民安9号演习，甲罗西亚拍乌克兰，佮有台海情势拢带入去。今年演练战争时的情景都占70%。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是台北市府头一届以战争灾害做演练的中心。若准国军无法度支援救灾任务，市政府就要调度整合资源。蒋万安嘛证实讲，现场嘛有美国的人来看演练的过程。爆炸声互现场真紧张，台北市无语互飞弹攻击，救人崩溃波及路面的车辆，公车、兵车警消拘捕了后，随派员到现场抢救，结合空袭机掌握现场的状况。另外一台客运车弄感冒去，车顶的民众掉伫内底情况危急，可见各单位现场合作。台北市政府初时展开民安9号演习，甲较早无共，今年民安演习战时状况占比达到70%。参考俄乌战争踏入台海紧张情势，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是台北市政府头一届以建灾做演练主题，可见调度整合海库来资源。这一次整个演习的想定，就是以如果台北市发生战事跟灾害，那国军无法支援救灾任务的时候，那台北市我们如何来及时的调度跟整合辖内的资源，比如说政军警消民以及民物资的整体动员。台北市政府为关键基础设施演习设定遇到飞弹炸伤或者灾害，尤其针对大量伤病患救助，搜救人员参考美军战术建导，伤患照顾规范进行建伤医疗。现场有亲像 AIT 加美国国防部人士，蒋万安嘛证实美方有到场观摩，确实有美方人员。所以层级跟他们的总量。相关细节其实我想也不方便评论，但是我们也都尊重相关人员的安排。台北101演练空袭警报，大楼人员按照指示疏散避难。上山工农是做战时灾民的收容救济中心，替代役人力嘛协助救灾。因为演习是设定2025年海峡中线有真侪强军军舰集合，惊害发生战争，时间点嘛引起议论。蒋万安回应，时间的安排是根据台北市的条件、专家学者的意见。伊本身是首长追求和平，不过绝对唔惊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年的大选，有风声讲拿赢5月17要征调新北市长侯友宜来选总统。若郭台铭是讲伊家己电厂言论无遐无知，而且伊嘛批评民进党的年金改革，敢若是咧针对公务人员。若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是去参访长照机构，伊认为长照的政策要改变。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是正拍拼咧走基层，伊个接见日本访台议员拼外交。主席保障文化节活动，副总统赖清德专程参与仪式。庆祝基层，赖清德也接见日本参议员、山东造纸访问团，提升选战外交能见度。其中，经济会理事也是爱豆歌手，也随意访问团来台，点线收听。台湾非常期待能够跟日本加强合作，不管是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或是区域安全的合作。那也将出线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拜南投至南京，淡出东中岛一体化，也伫面切批评民进党年金改革，专找公务员开刀之时，党内传出517内定定调新北市长侯友宜。侯友宜只讲尊重党的规划，也毋过成功跨境协调北市港澳初选，游淑慧李干秀相疏导，亲像要展现担当，也带动双北的发展，这不是一件好事吗？都是目标一致，想法一致。只要能够为国家、为人民，不分你我。活动非常多，是不是有意要跟侯市长一点苗头呢？每一个县市都会去访问，为国民党、为国家争取胜选。郭台铭顶日向韩国瑜会师咧，释出善意，那就把复选，韩国瑜佫强调团结奋斗，敢会当修补关系，换下团结有待观察。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参访高雄长照机构认为，真侪法规无合实际，应该重新设计。你为了起1-2个留宿的老人，那要把工作人留下来，所以不是很适用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啊，先上路再修改。对郭台铭佮单纯理解为题，郭文哲以军人有特殊性爱另外处理，也毋过认为公告会当增加预算管家弹性，专属制度爱个精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克里姆林宫拄到无人机的攻击。罗西亚表示，美国才是背后的总惊人，是美国咧使人乌克兰攻击。美国是批评罗西亚讲白贼。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即阵是向访问国际刑事法院。讲普丁就要面对审判。
伫咧两台来历不明的无人机拍算要攻击克里姆林宫无成功了，随时伫咧克里姆林宫元老院的天顶看到乌烟，看起来敢若是院注定捣毁。莫斯科一开始就讲是乌克兰方面所做的，尾也佫讲美国是抹黑手，但佫无提出证据。Что решение о таких действиях, о таких терактах принимается не в Киеве, а именно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А Киев уже исполняет то, что ему говорят делать. 对此，华府否认，讲武装支付是防卫，并且甲被非法侵占的领导抢夺。 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involved in this incident in any way, contrary to Mr. Peskov's lies. That's what they are, just lies. 俄罗斯外交部讲，绝对会对这场攻击做回应，也显示基辅无想要上谈判桌结束战争。随时一台无人机伫咧飞过基辅天顶时阵被拍落。伫迄天，俄军有派20几台战斗无人机去乌克兰，4天内3遍攻击基辅甲俄亥港市敖德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迄天是密访荷兰，拜会国际刑事法庭。 We all want to see different Vladimir here in The Hague. The one who deserves to be sentenced for these criminal actions right here. 荷兰之前已经答应讲要甲丹麦买14台新百里坦克，按算8年的交会。另外，将会和乌克兰两套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也佫会派军事法医专家去乌克兰协助调查战争罪。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欧洲8国家警方拜三锁定一个为意大利来的乌手党组织，大规模来搜索，掠超过100嫌犯。而且，这个乌手党的组织长期以来是伫德国一个城镇，用一间冰店做暗号，实际上是伫内底卖毒品甲洗钱。 这间伫德国西北部的城镇时间会当拿啉咖啡、拿食点心的冰店，拜三是互警方大封条，要求停业，因为这竟然是意大利名声真歹的乌手党公营会挂羊头卖狗肉的据点。Wir durften feststellen, dass Restaurants und Eiscafés von Drangheta Betrieben durchaus neben der Geldwäsche eine andere Aufgabe haben, nämlich die Aufgabe, ein strategischer Stützpunkt zu sein. 包括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等8个欧洲国家，拜三是公布对150个艺术公营会的据点来掠人。德国警方发现，这间冰店有一个员工，都是意大利同籍的公营会的成员，伊靠后的车后壁嘛都有藏物件。这个公营会是对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地区开始的，当期甲毒品是对南美洲卖去欧洲和澳洲，而且佮反向走私军火和巴西等等的犯罪集团。伫德国，毋但是涉入毒品交易和洗钱，搁要牵涉大规模的抢劫案，造成6个人死亡。这摆行动，比利时的检方早在5年前开始布网。Il s'agit sans doute de la plus grande opération jamais menée contre la mafia calabraise en Europe. Plus de 1000 policiers impliqués dans les perquisitions de ce matin en Allemagne et 1400 en Italie. Cela au départ d'un dossier belge. 比利时的检方讲，因是抓到几啊个公营会的头人，伫这摆行动内面，拢总是抓到108个人。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美国制药大厂利来拜三公布，因阿兹海默症新药啊临床实验有效果，会当互患者脑退化速度拖慢35%。就算有一寡人会出现严重副作用，专家也是真肯定。这款新药啊，嘛会伫6月底进前，甲美国 FDA 申请上市。阿兹海默失智正是大脑神经退化的一种病，对这种病的人，脑部会出现无正常类淀粉的两白斑地和神经纤维结做伙的现象，造成认知、记忆、思考和行为的能力拢受损，并发生伫65岁以上的族群。过去20年来，相关的药啊，主要拢是用伫治疗镜头。最近新的药啊，是诉求要直接改变这种病的进程。美国制药大厂礼来拜三讲，新的药啊，会当互患者退化的速度减慢35%。We can now intervene on the underlying disease process itself. Rather than just treating the symptoms, we may be able to alter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with a drug like donanemab. 礼来报告是指出讲，因针对要1200个阿兹海默失智症早期的患者做18个月的实验，逐个月拢注这款会当清除已经病变的斑地的新药啊。结果到12个月的时阵，半数的患者拢无搁发现斑地，另外有47%的患者病情是无搁恶化，但这种药啊嘛有互脑部正起来是出会副作用，让患者因为安尼死亡。
But the risk, of course, is that these can extend and develop macro hemorrhages, and that, of course, can be devastating and sometimes even fatal. So these risks can be monitored. 专家讲，透过连续做资金造影，通常会当避免这风险发生。业者是计划伫6月底向美国 FDA 申请批准新药的上市。受到这个消息的鼓励，那日迄天的股价嘛大起超过6%，创新高。公司新闻张回敏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世界。加拿大有议员谴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议题，伊甲伊的厝内人说互烧焦恐吓。这个议员要求加拿大政府把中国的外交官赶出境。那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绝对袂放进外国干涉内政。来看美国针对全球威胁的议题召开听证会。美国情报总监表示，若准台积电因为中国拍台湾停止制造，就会冲击全球的经济。预告一年会了台票30条。美国、中国的 GDP 嘛会受影响。来看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初6的加冕，英国会歇3日的年假到初8。有业者预估，英国线卖消费的金额可能会超过新台票3100亿。镜头来看国内嘉义水上乡一间汽机车回收厂，昨暗头仔6点外着火，火是烧甲真猛，阁一直有爆炸声音，实在是真惊人。空军基地消防车嘛赶紧去斗拍火，若这火是伫暗时9点拍花，加载无人受伤。大火一直冲到天顶去哩，火场也阁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这间伫咧嘉义水上乡中山路2段的汽车资源回收厂，随时暗6点外发生大火。嘉义县市消防局接到报案，总共派14台消防车来拍火。顶落烧起来啊！迄破坏车要哪点拢汽油呢？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回收厂已经规个拢着火。一寡报废的车内面也有一寡机油加汽油，所以火烧甲正猛。现场也阁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水上乡长协调空军基地消防车到3工来拍火。我协调那个空军的那个消防车，那消防车它是泡沫车，而且它那个可能它的马力比较强，所以它那个打出来的水可以打比较远。火正大，乌烟冲到天顶去哩，连伫咧2公里外东西向快速公路驶的车，拢会人看到天顶的乌烟。回收厂的业者敢若是惊过头，上边治疗。头家讲惊者讲去病院哦，是啦，可能无爽快吧。我叫伊去病院较快。那边比较烦恼。现场炭烧的面积差不多1000平方公尺，伫暗时9点5分，火已经拍花，无人掉伫咧内面，也无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一个高中生2档外前行地落死亡，家长指控囡仔互老师霸凌，自杀迄天有3节课拢无去，学校煞拢无发现。因提出申诉，不过教育处拢无要处理，而且这个老师嘛无受到处分，因无法度接受。不过县府表示，今年3月有记这个老师一个新改，不过县府上慢处理，超过期限，新改嘛，互老师申请注销成功，等于是根本就无处分。因为他们一切都会归咎于我一切都是符合教育原则，符合班上的管理，符合亲师管教，事事相互，官官相护，其实这个是存在的。宜兰县高中生洪安2020年11月离开学校对老过身，母亲出面控诉囡仔受到老师霸凌。对老迄天消息3节课，学校煞拢唔知影，学校明显说是公部门也包庇暗判，和霸凌导师拢无代志，根本就叔叔相好。那老师的部分，其实在那个学年度他的考绩也是1等哈。那所以说不是像。就是可能外界觉得说这个案子都没有做一些处理。这个案发生了后，教育处召开教师定期委员会调查，认定防止抗霸凌的老师虽然无责任的情况，也不过亲疏沟通有改善的空间，佮辅导学生不利。另外调查还发现，地球科学科老师因学生成绩无达标，中被学生啉水算处罚。学校虽然无处理，教育处犹原决议将2名老师记新改，说因为超过期限定处，和老师申诉成功，新改方撤销。能处理，然后他又没有处理好啊！我相信这个在教育处来讲啊，应该有行政疏疏了。
县府教育处讲，今年3月已经甲导师记一支惩戒，毋是拢无作为。另外超过期限定出的部分，是因为教育处认知的时限，甲教师申诉评级会看法无共，才出现这款的结果。也毋过管机员认为，这是明显的行政疏失，教育处应该有人负责，已经指导协助家长向监察院申请，监察委员介入调查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内湖逼出一间托婴中心苦毒囡仔，社会局调查了后，有2个工作人员被处分，不过市议员佮接到陈情，更有其他囡仔嘛被虐待。议员是呼吁社会局要赶紧处理。多安大好一个囡仔，托育人员马上救其他囡仔，不过动作看起来有点仔粗鲁，安尼画面，互囡仔被不当对待家长看甲是真生气。诬赖我这个伤是我打伤的，甚至跟大家说是因为我照顾不周，还有将我小孩的病史跟其他人讲，剧烈的摇晃我的孩子的头，捏他的脸，暴力拉扯我小孩的双手，造成我的孩子事后不断的呕吐，情绪极度的不稳定，身心严重受创。岛市内湖一间托婴中心进前传出有婴仔遭负不当对待，结果市员佮接到其他家长陈情，发现还有其他囡仔拄到同款的情形。社会局，你们是主管机关，为什么放任事情到这种地步？他是在3月30号就通报嘞，5月2号你社会局你才有积极的作为，你才惩处了2个托育人员。那我就要问了，这个集体性的这个犯罪结构为什么会这样子？不过家长指出，3月30代志发生到即马，托婴中心甲社会局拢无积极作为。除了无预警的这个到现场，然后要求如果是这个有疑虑的这个影片画面的行为人立即停止之外，那我们也就立即要求机构能够提供相关的监视录影画面，要求他跟家长开说明会做说明，好，那或者是要求他提供监视录影画面，哈，他配合的态度都不是很好。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全力配合调查，如社会局所公告，然后我们也绝对勿枉勿纵，绝不宽待。再要求老师这一端，其实也做了多次实体课程跟线上叮咛。托婴中心指出，一切配合调查，社会局也强调会继续针对托婴中心进行无预警时查，佮调查监视器的画面，确认机构是不是违法，保障托育品质甲囡仔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法务部矫正署昨暝发新闻稿，讲台中家角参考病院的诊断，填报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第34届申请款案。矫正署核定讲，这届款案到8月初4。前总统陈水扁5月初2去总统府登记关请愿，勘察受刑人保外就医的管理事项。矫正署请台中家角收集事证，看敢有违法。按照台中家角嘛敲电话警告陈水扁要注意未来的增加方式。再来看台东绿岛海底最近有上万只梭仔，当地呛水教练就讲免出国绿岛到这款景点。不过专家提醒讲，这款梭仔是规大阵做伙游，冇有攻击人的案例，所以远远啊看就好，唔通伤挖近。顶个月，畅水游客伫绿岛古湾海峡畅水，离街条350公尺左右的水域下面，翕到难得看到上万只鱼群珠，个细裤啊慢慢啊向前游，像海中口气加烈风。它们也会形成那种风暴，像龙卷风那样慢慢的卷，然后它们也会慢慢的移动。壮观的这样子的一个鱼群是真的很难能可贵啊。台东县长姚庆玲初三也收到外地朋友传来，伫绿岛石龙海峡翕到像加烈风同款的鱼群奇观。南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讲，这是一种金丝鱼，因是海洋中会组织做伙群收找这鱼类。不过最近伫绿岛翕到上万只的景象是真少看。然后各地的俗名不一样，然后像东部这边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叫它金梭鱼，然后可是在东北部那边的话，我们都叫它竹梭。这种鱼的话，它习惯就是群游，它就是随时随地，它只要有成群的话，它们都会这样群游。它只是因为这一次的影片的，我们看了一下影片，它的鱼群数量是有比较多一点，是比较少见。绿岛畅水教练讲，过去要看到这款的景象，爱出国才看会到，今嘛唔免出国，伫绿岛畅水就看会到，希望会当将因留着。也毋过副研究员游学提醒，金丝鱼是掠食性强的鱼类，过去捌有人防攻击的案例，建议畅水客也是唔通伤挖近。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水情硬到，为政府到民间拢咧提醒讲爱省水。水来水公司嘛有专业的人咧抓漏，提听人来检查涂骹下底的自来水管线，看敢有破坑，敢有漏水，都亲像水管的医生同款。即阵欠水，为着要省水，水管医生是有够无用。迄着特别的听筒，哪行哪听在地涂骹的水管水漏的声音，然后听到漏水确定范围了，就甲路面挖开，开始抓漏的工程。因是自来水管的抓漏人员，也有人叫水管医生。看我们在巡检的过程当中呢，检测员比较容易必须要专心去检测那个漏水声，所以必须有另外一位检漏员去注意交通的状况。自来水公司第5区管理处讲，水管医生若要抓漏，拢是趁着半暝较无车、较无声音的时阵，确定会清楚对于漏水。去年伫咧假期，因巡的水管的长度2268公里，会使洗台湾2年。我们这个去年事实上点点滴滴累积下来，捡回来这个漏水量27000，也就是那我今年开始，实际上我每一天就可以减少27000的漏水量。这对目前现在在一个枯旱的时间，其实是一个有一定的一个注意哈。抓漏的人员讲，因伫咧抓漏的时阵，有当时爱落去水沟底，嘛捌伫咧查水表时阵看过蛇，甚至半暝伫咧做事的时阵，也会拄到民众报警。因若今年自1月到4月，总共处理106件漏水的案件。总共省13000多吨的漏水量，对即马南部可化欠水情形有正大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统计，去年全台湾药房的数量已经超过1万间，甚至是比便利店更较多。而且去年一年就赚1669亿。那因为服务的内容是愈来愈多元。伫个街仔路，你敢有发现，伫台湾的街仔路4界拢会当看到药局，甚至是短短100公尺都有2间药局。第一个当然是要看起来就是比较现代化，然后比较明亮式的，然后里面的装潢那些会让我看起来比较舒适的，我才想要走进去。新旧都无所谓，最主要他们整理干净。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去年全国的药局有10584间，药局是比7-11更较侪，创下4年来的新高。去年销售额是到1669亿，一年增加7%。有些药局它会想出不一样的方式，譬如说复合型的，或者是异业结盟的那一家店开2种形态的，或者是代理一些国外的一个保健食品的一些品牌。那其实是满足国人的一些需求。用多元化去经营的药局，还有一间真有名连锁药局，伊是兼卖红婴仔的用品，让妈妈会当一摆拢买好交全。还有药局是放足侪红仔，声大家入来看。周遭的邻居都会说这是一家类似像大象的药局，这样子亲和度就会增加，让客人就说这个药局是比较有活泼。药店是愈开愈多，每一个业者唔那是甲装潢改更加现代化，嘛改做复合式的经营，希望啥更加侪消费者入来，互业绩强滚。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伫5月初一解散，疫情嘛算是总算结束啊。2020年疫情咧滚价时，台湾历史博物馆有伫面册，甲大众收集有代表性的物件。2档外已经收到300多件，最近嘛伫咧线顶做展览，带大家做回来看卖。红纸黑字写的是疫情时期入庙的规定，还有国小的老师将囡仔的心情联络簿变作疫情簿若大家排嘴暗的迄段时间，各地头的药局上无用，有药局专工甲领嘴暗的时间印伫衫顶悬，即马这的物件拢收藏伫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维持迄个安全距离，每个人就距离1公尺这样排队。但是有的人无法度接受，伊无领到伊会生气，所以我想讲既然咱一人爱讲做麻烦的，我就做一领衫爱穿咧，我就甲讲规定就是安尼，你就是安尼领。药局的头家表示，因为看到戴师傅咧收集疫情期间的物件，就想讲要留一个纪念，互世世大汉嘛通知影这段历史。2020年疫情滚价的期间，戴师傅嘛伫面册发起 COVID-19 物件收集计划，2档外的时间收到300多件的物件，嘛甲中间院来合作，设影响甲实施网站，互民众通甲家己的防疫心情写落来，团结网站，记录这段大家共同的记忆。伊伫咧思考一个代志，就是讲安怎帮台湾留，像讲咱即马拄着当爱事件的物件，互后摆的迄个
像研究者也是后摆的子孙会当了解讲台湾这段时间发生什么代志。这寡疫情期间收来珍贵资料，除了放伫博物馆收藏，部分嘛放伫国家文化记忆库的网站，举办线顶的展览。虽然疫情指挥中心已经解散，不过这段大家做伙行过日子，中间强苦的记忆袂无去。记者台湾曾俊佑采访报道。咱民间咧办婚丧喜庆，一定爱闹热，办好大场才算请赢。伫中华婚林都封号做洗素面女子西乐队的故乡，是安怎备场办丧、庙会绕境，拢会看到因的形影咧。这礼拜六下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特别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传统的台湾洗素面。流行的奔走乐配对型变化，女子西乐队当拍拼地表演，看到真闹热的场合，其实这是丧礼的现场。伫中南部是真肃常，厝内闹聚会是大人过身。这对这个家属来讲，算是办甲真请赢。阮阿伯吼，生前的足爱老年的，今阮这子孙感觉请这来，互伊感觉伊会较欢喜。这元1934年，西乐队团教师入来台湾，然后伫民间愈来愈时行，闹热的路线，车做乐队送别往生者音乐风格。在时代演变之下，即卖女子西乐队正做市场的主流。我拢是做一寡较流行歌。阮头先要用的时候，我嘛是会烦恼啊，假使毋知会接受啊袂，先一条一条慢慢啊来安尼，结果用落的时阵，家属反应阁袂歹呢。若拄着大日，乐队就爱赶场演出，把握每一个趁钱的机会。伫工作机会无济庄卡所在。乐队工课有通领现金，会当互因照顾一家大大细细。赶场的时间哦，分分钟拢是咧收钱呢。迄啦，去到市场落去，就是爱讲啊。迄要哪有可能有时间落去换衫？一定是爱你要去赶场的时阵，你就紧来穿穿的啊。毋但是伫个别场表演，伫庙会西景的顶头内底，嘛会当看到女子乐队整齐搁专业，而且伊嘛无限制演出的形式。因对家己也有更较大的愿望。我嘛足希望讲吼，若有机会的话吼，我会当真正带这妹妹因安尼出国外表演，你知？因为这对阮是一个肯定，嘛是我的骄傲。要安怎互传统找到出路，增加少年人的认同？相关女子乐队当伫拍拼实践这个理念。记者综合报道。以白色恐怖做背景的 VR 影片，无法度离开的人。去年伫威尼斯影展摕到奖，即阵北师美术馆甲国家人权博物馆透过影片、版画、声音等等的方式，希望用浸水式的体验，互大家知影这段无法度放袂记的历史。阿叔有啥物事较差？会记咧穿迄领长衫。电影无法度离开的人，用 VR 体验呈现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经历，讲人权议题。去年嘛摕到威尼斯影展的最佳体验大奖。比如说从现在，然后穿越到1950年代，所以你好像就真的跟那些囚犯一样，跟受难者前辈一样，就是在牢房里啊，好像完全真的是在他们旁边一样。用 VR 影像，带大家下过戏剧甲实体界线。北师美术馆特别改变传统历史文件的展览方式，规划3大部分，一个是无法度离开的人影片展览区，一个是给受难者坐家的版画，配合回忆的口碑、家书。家角内底听的歌，呈现无法度离开的所在，嘛用造景的方式，互大家走入1950年代迄个时空。迄个时代的受难者，也是伊的家属经历的迄个过程，但是伊毋是用一般的这款的文献式的说明的方式，它是用一种情境的，特别是用声音跟音乐来呈现，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另外，展场嘛特别展出几啊项头一摆出现的文物，亲像这个就是受难者吴冰灿，家己伫感觉内底用包便当的纸做的遗物。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这个文物来讲人权议题，让大家去感受这段无法度离开的历史。记者连问曾俊佑台北采访报道。最近伫民册社团有家长讲，家己读国校的囡仔因为台语课爱考试。教材顶悬的台文字是连家长都看无啊，囡仔是连甲考出来。家长认为讲台语课爱考试是无必要的，
不过学者的看法就无同啊。亲像学英语这寡外国语言同款，只要母语课的评鉴方式是合理的，考试就毋是问题。伫咧面册社团有家长 complain， 国校仔囡仔的台语课爱考试，到在点关的大文字虽然家己拢看无，引起侪侪讨论。母语课爱考试，有家长认为伤麻烦，也引起囡仔倒单，原因到底出伫倒位？大家讲去学台语，我感觉应该是讲家己讲转来。对这个较有岁中年以上的人来讲，是家己讲转来，讲转来环境内面，和咱的环境，伊就会当活甲较正常。安尼对少年人，也是对囡仔来讲，伊就较袂是，即敢若去学一个外国语共款。既然台语是作为学校内面的一个学科，啊，伊有伊的评量方式，只要伊是合理的，我感觉就毋是有啥物问题。网络大文下骹也有家长指出，家长家己都无晓亲像大文字即寡母语正字。认为这款母语课真麻烦，或者认为这是社会长期独尊华语写中文的结果，互大众无意识到母语就是文化，嘛是生活。我捌问过我的学生，我讲台语无迄个无方便的请举手，啊，拢有举手的拢是外国人，因就会感觉讲因生活伫咧台湾吼。伊敢若会晓讲中文是无够的，伊无意识到这件代志。对外国人来讲，伊看甲上清楚。学者认为，若是民众会使开始伫日常当中接使用母语，互母语开始豆豆走入正常化，社会的接受程度就会提高。类似这款 complaint 就会慢慢减少。记者郭长随台北报道。来看以色列一间食品科技公司用3D 列印来印石斑。这毋是模型哦，是用石斑迄细胞培养出来的鱼肉，真正会当摕来煮来食。未来若准会当大量生产，嘛会当取代部分的海洋资源。目前已经甲新加坡的公司合作，每年都会当上市。石斑落点料理，送入嘴内，互人真意外，因为伊是以实验室培养的动物细胞，由3D 列印出来的石斑鱼肉。It's really tasty. I can feel almost the same experience of the fish structure in my mouth, and I'm also really amazed by the juiciness and also the kind of a buttery feel in my mouth. 实验室培养的牛肉鸡肉受到关注，因为会当避免养殖业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毋过海产领域煞真少人注意。即卖以色列一间食品科技公司为石斑鱼提出细胞，培养成鱼的肌肉甲力量油，佮将因放伫3D 列印的生物肉水中。头一摆成功研发史上头一块会当料理的鱼片，也毋过伊比真正鱼肉也搁较贵，因为鱼肉细胞之外也另外添加食物成分。 The flakiness of the fish is something that is unique for fish. The flakiness is something that is much more easier to mimic, to 3D print exactly the same texture and flakiness of a real fish. 即卖以色列 Stakeholder 已经甲新加坡的优妈咪肉片公司合作生产鱼片，嘛会当对一直减少的鱼群种类等海洋资源有所帮助。We've managed to do it for grouper and for eel. We have 3 other species in our pipeline that are also endangered sort of species. 保证优妈咪肉片公司希望会当将头一批3D 列印石斑鱼，预定明年先伫新加坡上市，sau落来向日本、美国市场前进。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3度到33度，中部地区23度到35度，南部地区23度到36度。东部地区24度到31度，外岛地区20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